民进党内台南市长的初选，明年1月要来举行。立委陈亭妃甲林俊宪，到时阵会用民调来决定是谁要出来选。即摆传出讲，总统兼党主席赖清德伫中常会追问陈亭妃有关民调甲乌山头水库供电帮的争议。陈亭妃针对这个问题，早起一透早是快闪无来回应。那立委吴思瑶是帮忙讲话，讲主席是希望对外爱团结。昨天这方面的争议，还有这个总统好像有特别有些叮咛吗？民进党立委陈亭妃拢极点点无回应媒体，到今一笔委员会，敢若就是因为伊伫经济委员会结算的会，去互总统赖清德第张民进党的中常会特别点名。这一次丹纳斯台风乌山头水库的光电板没有造成严重的状况。可是他们担心下一次呢？就是这段结算，听讲民进党的中常会赖清德亲自问陈亭妃，希望伊会当解释要件，和执政团队徛做伙。不过陈亭妃也发愿望，讲是互加头前辈，家己只是反映民意。赖清德也点名陈亭妃讲，民调比对手加17%，若初选有变数，民进党会处理。敢讲是将家己当作是受害者。陈亭妃也经解释，讲是媒体追问脱党的议题，才回应初选是党部办理，当然有党负责。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数字，就是党遇到造谣抹黑的时候那党要澄清，那这样的一个立场，应该所有的党员都要立场一致啊。在场就有台南市的市长候选人们，那主席也是顺带的提了一下，他希望大家在党内的选举，真的党内可以竞争，但是对外要团结。吴思瑶强调，党内无冲突，因过明年1月中特别执行初选的民调，双方的竞争也愈来愈明显。Hello， 我是林纯佩。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